Hello，你好，歡迎你返到嚟收聽，啱啱好，我喺度，我係 Maggie。喺呢度，我會同你分享女人40後嘅生活體驗，同大家一齊去探索點樣喺繁忙嘅生活之中揾方法等自己唞唞氣，而我哋又可以點樣帶住理智，憑住勇氣喺迷失中揾返自己呢？前幾日同台灣朋友傾偈，先發現最近真係多咗好多人做 podcast 喎，而我不知不覺都已經做到第13集啦。諗返起幾個月前，我仲同佢講我冇乜信心，好猶豫，係咁懷疑自己，我到底做唔做得到，適唔適合去做呢一樣嘢呢？原來只係隔咗咁短時間，而家嘅我已經完全冇咗嗰種對自己嘅懷疑啦。呢種轉變並唔係因為我覺得自己變得好勁，絕對唔係。我依然喺學習嘅階段，但我明白咗一個道理，就係因為我當日願意嘗試，增強咗我嘅自信。我亦唔再懷疑自己嘅能力，因為我而家明白，根本就冇需要去懷疑，只要落手落腳去做，你嘅能力就會變得越嚟越高，自信心亦會越嚟越強。自信係當我哋能夠理智咁鼓起勇氣行出第一步之後而獲得嘅。啱啱我亦都拎咗人生教練嘅證書，就正式咗開始對談嘅工作啦。喺最近一次嘅對談入面，客戶佢承受住好大嘅壓力同埋痛苦。喺對談結束之後，佢同我講：好多謝你幫我睇到自己一直冇發現嘅核心問題同隱藏嘅感受。最重要嘅係你完全冇帶批判嘅眼光，令我覺得自己嘅情緒俾你穩穩咁接住咗。講真啦，反而係我想多謝佢先，多謝佢願意坦誠咁將人生大大小小嘅起伏毫無保留咁講晒我聽。就係因為佢呢份信任，我先同佢可以一齊喺混亂嘅舞池頭抽身，行返上2樓嘅陽台睇清大局，可以精準咁分析佢核心嘅問題，引導佢面對解決同轉換心態。每一次我聽住人哋嘅故事，個腦都會好認真咁幻想嗰個畫面，感覺好似陪住佢哋喺佢哋嘅人生入面又活咗一次咁樣。無論人生經歷好定壞，只要你願意用宏觀嘅角度去睇返成個局勢，我哋獲得嘅嘢就唔再係遺憾，而係多咗唔同角度嘅人生底氣。其實客戶嘅呢一番說話對我嚟講，唔單止係一個讚賞，更加係種能力嘅肯定。講真啦，就算日後我選擇去做其他嘅工作，我都絕對唔會後悔今日行緊嘅呢條路，因為人生會行出一步，所學到嘅每一樣嘢，將來都必定係有用嘅。而家我學到嘅嘢，就係我以前親手鋪好嘅石屎路，無論我想向乜嘢方向發展，都一定可以幫我穩步向前。不過喺呢個世界上，有邊個可以100%肯定自己嘅選擇係一定正確無誤？又有邊個可以保證自己行緊嘅路一定會去到原本設定嘅目的地呢？或者正正係因為呢種進入未知之境嘅探索心情，先會令人特別興奮。因為我都明白計劃永遠趕不上變化，所以我哋更加要學識唔好將自己嘅心全部壓晒喺同一個結果入面。只要我哋將視線放返喺個過程，無論個結果係點，你都一定會獲得啲新嘅見識，而呢啲見識亦都會幫你離成功越嚟越近嘅。其實好多人都講過，如果太注重結果，當你經歷過千辛萬苦，終於達到目標嘅時候，嗰種成功嘅感覺真係只係得一瞬間㗎啫。嗰種興奮非常之短暫，隨之而嚟嘅就係一種莫名其妙嘅失落感。呢種落差有時甚至可以令到一個人失去晒所有嘅動力，變得意志消沉，因為目標都已經達到咗，然後呢，
下一步又點啊？瞬間就會陷入一種巨大嘅空白感。又或者有另一種人會唔小心將自己睇得太高，忘記咗呢個世界其實好大，仲有好多未知，好多我哋唔認識嘅事。到底乜嘢叫成功？乜嘢叫失敗？呢啲好多時只不過係喺我哋短淺嘅視線之下設定嘅目標。當我學習點樣去做人生教練嘅時候，課程入面有非常之深刻嘅一課，就係講緊 coach 嘅真正角色。Life coach 係做啲乜嘢嘅呢？冇錯，我哋會陪住客戶走一段路，喺旁邊幫佢哋梳理混亂嘅思緒，等佢哋可以喺混亂嘅人生舞池入面揾翻條屬於自己清晰嘅路向前行。但除咗幫佢哋釐清眼前嘅目標，計劃好點樣可以更容易達到目的之外，我哋更希望可以同客人一齊拎住一個可以將人生道路照得更光更遠嘅電筒，邁向更崇高嘅理想。點解要講到咁崇高？當然係為咗令自己嘅快樂同埋幸福感提升到另一個全新嘅層次啦。我諗你同我都非常之明白，無論幾名貴嘅包包、名車、身份地位，都只能夠帶出我哋暫時嘅快樂。當你能夠毫無條件咁付出真正嘅愛，嗰種靈魂深處嘅幸福感，係用幾多錢都買唔到返嚟㗎。唔知你有冇發現呢？人生原來由頭到尾一直都係喺學習進行中。由 BB 開始，我哋學習點樣爬、點樣行、點樣向照顧者表達自己嘅需求。到大個咗，我哋再學習語言文字，學習點樣同其他人相處，學習點樣喺呢個世界掙扎求存。但當我哋達到咗個人嘅某啲目標，經濟上亦都有咗一定基礎之後，我哋就能夠開始追求啲更高級嘅嘢啦。心理學家馬斯洛喺《人類需求金字塔》入面講到，當我哋解決咗底層生存同安全感嘅基本需求之後，我哋會開始追尋愛與被愛，享受人尊重，擁有社會價值，再去到更高層次，就係自我實現同埋靈性嘅追求。去到嗰個層次，你最需要嘅並唔係內心嘅快樂，你想追求真正嘅平靜。你會想將呢種咁高層次嘅靈魂滿足感無私咁分俾身邊嘅所有人。無論我哋而家處於人生邊個階段，想做啲乜嘢，其實我哋只不過係喺唔同嘅層次入面一直咁樣學習緊。生命本來就源於學習，追求更高級嘅靈性同平靜，並唔代表我哋要拋下所有嘅現實去修行。反而喺當你明白咗呢個世界係幾咁廣闊同宏大之後，你就會更加願意好好咁珍惜同愛護自己嘅心，好好咁過每一日。為咗令自己有能力掌控人生，我哋不斷咁樣學習。無論係依家你聽緊我嘅 podcast， 定係我一邊做全職媽媽，一邊讀書，一邊工作，本質上都係為咗等自己有能力向更高層次嘅人生軌跡進發。我亦都希望透過我每一集同你分享嘅知識同埋體驗，可以幫你揾翻原本已經屬於你嘅底氣，再加翻多少少嘅勇氣，喺人生嘅舞池行翻出嚟。如果你而家正處於一個卡住咗，唔知自己去咗邊，或者好想睇清楚自己人生方向嘅階段，作為人生教練，我歡迎你去填寫我自己設計嘅呢一份理智勇氣諮詢表，連結可以喺我嘅 podcast 資訊欄同埋 Thread 度揾到。又或者你對我嘅 podcast 有咩想法同意見，都可以留言俾我。今集就嚟到呢度啦，多謝你收聽，啱啱好我喺度，我係 Maggie。鍾意聽我嘅節目，請 subscribe 我嘅頻道，同埋分享俾你身邊嘅好朋友，令佢哋都一齊過嚟圍爐取暖啦。Podcast 而家可以喺 YouTube 都聽到啦。我哋2星期後再見，
拜拜。